上好台湾囡仔的豆腐Part 2。大家好，欢迎收看《送予台湾囡仔的故事》。大家拢知影，咱的节目是用台语讲历史故事，家伫台湾发生的代志讲予大家听，互更较侪人认捌这块土地踏踏实实。一般人会认为，甲本身生活无啥物关系的历史淡薄仔无脚，无兴趣主动来接触。毋过，真侪文化甲历史故事，就会因为安尼寥寥啊失传，是非常无彩的。毋过，有一个人，伊本身对历史足有兴趣，嘛了解历史的重要性，所以伊希望大家会使甲伊共款，发现历史的趣味了，关心家己土地的故事，认捌历史的重要。伊具体是一位工程师，毋过因为足介意历史，所以规心来推广台湾历史。嘛因为安尼，伊创办自真台湾，希望用各种方法，甲台湾的历史记忆豆豆啊找回来。因为我本身是长老教会，我是什么教会的执事啊，所以我对长老教会伫台湾的历史是真有兴趣。因为我爸爸就是基督徒，所以我细汉其实无想遐济啊，我毋知影原来长老教会遮厉害，和台湾历史遮尔有关系，迄是后来我才知影的代志。所以后来我要开一间册店，啥叫做自真台湾，这其实是因为北口咧无书，以前有开一间叫做自真堂聚珍堂，就是台湾第一间报社，就是有做一个报纸叫做台湾府城教会报，是用白话字写的，所以我感觉这足有意义。我嘛希望讲，会当用北口的牧师的精神，来讲台湾的故事安尼啦吼。王主席老师伫读台南一中的时阵，有一日，伊的同学摕一本日本时代纪念册，伊对纪念册内面看到古早日本时代台湾的模样，尤其是台南的景色，互伊感觉真特别。因为老师发现到家己竟然对家己成长所在的历史真无了解，这个经验，主席老师互老相片写去，想要更加了解每一张相片内底的故事，所以就开始收集老相片。主席老师交代，已经看过差不多有30万张左右的台湾老相片咯。有一天，老师听讲有新的科技，会使把迄黑白相片变做彩色的。伊亲身试验了后，发现结果无好势，所以安尼就家己用软体染色试看卖。伊就甲一张台北明治桥的旧相片重新上色，然后放去网络分享。想袂到足侪人甲伊试赞佮分享。嘛，因为安尼，主席老师开始伊的写真上色。我咧做这样代志的时阵，大概是2017年，迄当时的 AI 还无即马遮厉害，所以我看迄当时 AI 出来的效果，是足无理想啦，所以我就开始想讲，我敢有可能家己来上色。就安尼开始甲我的一寡老相片慢慢来上色，
我第一张相片来做上色的作品，是一个叫做明治桥的所在。迄个日本话叫做明治八须啦，正后叫中山桥，这是伫台北市区一个最重要的桥，伊是接对台北市区到以前的台湾新社的一个桥啦，非常的水。这上色的方法其实，我的方法足简单啦。其实你若用过Photoshop 这类的软体，你就知影讲，这的软体你会当甲图分几啊张，一张一张，我就甲上下骹的图甲染色。比如讲，我即马需要青色，我甲下骹的这张甲染成青色，甲顶悬的这张用这软体内面的糊甲糊掉，下骹青色就会走出来，就安尼尔，甲这两张甲合起来。后需要足侪色，我就一直做这工作就对啊。后来你就会当完成一张足侪色的一个上色的作品。结果我抛去网络，后来感觉讲，效果太好啊，所以就开始有人点赞分享我后来就发现讲，足侪人爱看这个物件，所以我就慢慢开始去做其他的作品。到呾伫要10档的时间，主席老师已经完成6000几张的老相片上色。也毋过上色毋领甲黑白变彩色尔，上重要的是爱捏甲正确的色字。所拜历史的研究和考证，真做上重要的工课。其实大家可能会想讲上色是一个足困难的技术。其实一直到今有 AI 会当帮咱算这图，但是我嘛是坚持一定要用手工来做。这其实毋是上色上困难的代志，上困难的代志其实是你要去研究内面的物件是啥物色，你就要把这画面内面所有的物件拢处理一摆。所以你袂漏掉啥物件啦，所以每一个物件你拢会去看。有当时咱咧一般咧看相片拢是看就过，但是你若为着要上色，你就要全部的物件拢研究一摆。有当时会发现到本来你毋知影的代志。除了历史的考证了外，伊本身就对翕相真有趣味。所摆伫摕老相片上色的时阵，真注重光甲影的细节，所以伊真正亲像是用色水搁一摆摄影历史呢。拄则有讲到，老相片上色已经伫要10档啊。王主席老师甲无共主题的历史相片，重新呈现予即摆的人。真侪人感觉和相片内底的物件，也是故事搁较近啊。也有人讲，看上色的相片，亲像徛伫现场同款，有一款入去相片内底时代的感动。王主席老师毋若是替老相片重新上色，某一款程度来讲，伊嘛亲像咧保存历史。伫咱的节目中，定定分享真侪外国宣教师的历史故事。这个宣教师的老相片，经过重新上色，会当搁较清楚知影相片发生的地点和人物的模样。因为我本身是长老教会，我是西门教会的执事啦，所以我对长老教会伫台湾的历史是真有兴趣。既然讲我会当甲老相片来上色，当然爱讲一寡长老教会的故事，因为足侪人毋知影。我伫上色的过程，看到以前宣教师的这个相，我感觉是足感动的啦。北桥的牧师的相其实伊本来咱会当找到品质拢无啥好，因为是当是印刷品顶悬加copy 落来，但是我甲处理过了就感觉咱即马用现代相机翕的同款，你会感觉讲北桥牧师就徛伫你面头前安尼，伊阁有迄个勋章嘛这个勋章是1895年因为这日本军
来到台湾要占台南城其实当时足危险的，台南市民就感觉讲，应该爱有人去按这日本军来做联络啦，因为伊当时台南城内面的这个将军刘永浩已经，咱讲浪港，就是走去啊，走去了咱已经无军队。会当和日本来对抗，所以爱有人去和日本的军队讲这样代志，互因和平的入来。但是当时日本一边的计划其实是足侪部队一个联合的这个军事的行动啦。所以你要甲改变真无简单，所以爱找较有地位、有身份的人，所以因就找到北京的牧师来代表台南市民去和这个日本的将军来讲这样代志，后来的这代志就和平的结束啦吼。所以北京的牧师日本有一个勋章，就是相片内面这粒为着要甲这粒用证明其实也是做足侪功课北京的太太牧师娘啦。伊个相片其实足少，非常少所以我看到这张相片是北京的牧师和因太太伫一个所在骑脚踏车。正常咱伫一寡教会的资料内面就有一种文字写讲北京的因太太是台湾第一个骑脚踏车的人。这真正是有相片，就真正出现啦，真正有人翕到。这个所在有可能伫即马新楼病院边咱当看到后边上有翕到，当时新楼病院的大门。另外一张相片有无同款的角度啦所以当看到以前新楼病院其实伫一个较悬的所在起的，所以头前有一个阶梯就是爱行的入去安尼所以伫这个所在以前。北京的和因太太伫遮骑脚踏车，我感觉迄是一个足水的画面，我感觉会当和大家分享的。这张是另外一个传教士叫做罗丽莎贝斯伊是这个宋仲坚牧师的太太和伊做伙伫台湾熟识囡仔拢伫台湾出世伊嘛是咧做医生，有足侪病人因为受到伊的帮助，所以拢足感谢。后来伊伫1901年因为破病就安尼过往去所以伊咧出葬的时阵足侪台湾人拢做伙对伫这个送葬队伍后壁做伙咧行这是以前阮看到这个文字的介绍，但是我真正找到这张相片了发现讲这内面讲的拢是真的。相片内面这个棺材顶悬有看英国旗拢规路拢是台湾人徛伫后壁有北京的牧师和因太太边是这个宋仲坚牧师和伊两个囡仔就是拢行伫后壁就对啊。看到感觉足感动，这个所在其实是即马这个台南公园的边以前有一个城门叫做大北门这个摄影家伫城门顶悬翕落去看这个送葬队安尼规排要行去即马大概台南二中过去这个前锋路的加油站这个所在日本时代是基督教这个公墓啦就是这个所在所以我看到这张相片上烧了那像徛伫现场的感觉就感动。王主席老师重视每一张老相片内底物件正确的历史色水，经过遮侪冬来的累积，嘛经历一寡无同时代色水的分类。不过，也有真侪物件色水伫考证的过程中拄到真大的挑战。就一般人足常会甲我问讲，你上烧一张相片要偌久？其实这无固定的答案就是因为你若是
简单的可能10分钟就解决啦。若足困难的你若做一两个月嘛，无一定用会好啦搁有是足侪是为着要研究内面的物件，但是你后尾找无资料只好先放咧所以后来会当完成的作品可能大概一半左右啦这内面有一寡是真正是足高工足高工的意思就是这画面内面非常侪物件要做研究研究了甲烧回去因为物件太侪所以就一处理处理足久这张是这摄影家邓南光伊伫东京读册的时阵翕的是其中一张相片也是翕这个阿萨库萨的浅草这电影院是一条街所以咱看到迄看板规条拢是看板拢是人所以来一块一块去甲处理但是我感觉这用了连日本人都毋捌看过因这阿萨库萨这电影院这条路以前会无要紧的是这种感觉。旧相片保存人的故事，嘛保留珍贵的文化甲历史。王主席老师甲上色了的老相片整理出版，互更较侪人会当看到，嘛互老一辈的人有机会重新看到因的青春年代。我做这老相片上色一开始就是家己爱看嘛，我家己爱看就想要做，后来做做发现讲，足侪人嘛爱看，所以会当做成一种推测这历史故事的一种方法这嘛继续做。但是到尾我发现讲，不只是我想的安尼，就是有一寡有真正伫迄个时代生活过的人，看到这个相片，伊嘛真正足有感动。比如讲，以前我有和这王祖龙老师合作，有办一个展览，就是甲这邓南光以前翕的一寡相片上色，互大家看因邓南光因囝叫邓世光邓世光先生，伊搞这展览的时阵，看这个相片伊足感动伊甲王祖龙老师讲足感动的这拢活起来这物件拢活起来所以对我来讲，我听到这种的反应是我一开始无想到的本来想讲我是要互唔知影这个时代的人看的无想到讲因这是大人看到这个相片嘛真有感觉另外就是我有按一个阿嬷伊当时90几岁我甲请教讲以前这日本时代的衫，因为伊咧做这种洋裁所以我去问这阿嬷讲这领衫啥物色这领衫啥物色？因为根本找无资料嘛，直接去问专业的人安尼上紧所以到尾我这册出版了，我就摕册去互这阿嬷看，结果阿嬷显的，就无要讲话我想讲是啥物原因我讲阿嬷是安怎个伊就记这张相片讲这以前我妈妈拢捌带我来过我就想我妈妈一个90几岁的阿嬷你讲伊足想伊妈妈我感觉迄个感觉是足无同款尤其是对我这个咧甲老相片上色的人讲我感觉非常感动，所以为着这个原因，以后我嘛是会继续甲这个物件色彩找回来，愈侪人看到也有感动的。讲到册，最近王老师和一位老相片收藏家甘继和合作出版一本册，这本册内底会当看到100几张美军空袭台湾的老相片。透过王主席老师中心讲述，或者的相片真侪清楚的历史记录。其实是伊的第2本册又收非常侪美军空袭台湾的相片其实想要讲的就是讲台湾爱记一段历史
因为这是以前的人真正经历过的一段真正的历史啦。所以我感觉你若是了解台湾的历史你就爱知影以前的战争。所以我若是甲一寡当时美军翕的空袭的相片甲上色，你看到感觉会足直接的原来炸弹真正弹伫这土地顶面这毋是咧拍电影虽然讲看起来就像电影啦但是毋是，这是真正的相片。王主席老师教导，完成的上色作品实在太侪，一集是讲袂了的。有兴趣的朋友会当去找《自真台湾》，阁有真侪其他老相片上色的出版册哦。大家会当透过欣赏古早时代的相片，做伙甲身躯边的历史豆豆找转来。后一集，咱要甲大家小解一个足特别的行业，是小解专门修复历史物件的专家，足精彩哦！若是喜欢咱的节目，爱记得起赞，分享给朋友，订阮的频道，阁有开铃哦，才袂漏到精彩的历史故事哦。咱后摆再会。台语学一摆，一日都精彩。大家安安，听了今仔日这集的故事，是毋是感觉王主席在做的工作对台湾历史的保存有真大的意义？予少年的朋友嘛会当透过重新上色的相片来了解古早时代的台湾，嘛予老一辈的人有机会重新看见因的青春年代。看影片的少年朋友嘛会当分享给家己的爸爸妈妈甲阿公阿嬷知影哦。好咯，咱就做伙来学习拄则故事内底有讲到的字句。第一个，答答滴滴，华语是点点滴滴。这个词是在形容真侪的细节小事。故事的内面讲到，台湾土地有真侪答答滴滴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变成做历史。掠外答滴有掠外一个意思，就是插手冤枉啊代志。譬如讲，这是别人的代志，你唔通答滴。第二个，找，这个字就是华语讲的寻找、敲找。譬如讲，物件爱收好哦，要用的时才袂找无。掠外大家应该有佚佗过米烧找这个游戏，看字面的意思就是在讲米起来，大家互相烧找。第三个，试验，这个词就是在讲先试看卖，然后检查，看结果是毋是甲预测的同款。第四个，色地，色地就是在讲物件的色彩甲光线。譬如讲，这块布的色地真水。第五个，考证，故事内面有讲到，每一张黑白老相片的上色，拢会考证正确的色地。考证这个词是在讲，透过研究黑白相片真正的色水，并且确认证实了后，才会开始染色的工作。第六个，摄影，摄影这个字的台语听起来甲华语的摄影完全无同，但是台语摄这个字就是在讲吸起来，所以摄影就是在指将影像吸起来的一个名词。第七个，翕相，翕相这个词就是在讲摄影的动作。翕这个字本身就有看起来的意思，延伸的意思就是
将影像保存起来。第八个徛，徛这个字的意思真多，一般常常讲到的就是徛咧。所以，亲像故事内面讲的，看到定身染色的老相片，会有一种徛伫现场的感觉。徛这个字嘛有带伫倒位的意思，譬如讲你徛倒位，掠我嘛有猜的意思，譬如讲伊徛伫遐拢袂振动，阁有登记的意思，譬如讲这间厝徛我的名。第九个空室，伫拄则故事的内底有讲到，王主席最近有甲收藏相片的人做伙合作一本册，是将美军空袭台湾的老相片重新上色。其实，台湾空袭警报的历史，甲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伫日本统治的台湾民众，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经历真济的空袭。所以，一般民众嘛会讲淡水雷来自空袭警报，因为水雷就是华语讲的气池、静池的意思，淡就是华语讲的冥想的意思。练习时间，第一个踏踏滴滴，踏踏滴滴。踏踏滴滴。第二个米烧吹，米烧吹，米烧吹。第三个试验，试验，试验。第四个色地，色地，色地。第五个考证，考证，考证。第六个摄影。摄影，摄影。第七个翕相，翕相，翕相。第八个徛，徛。徛。第九个空室，空室，空室。好咯，今仔日的台语学一摆就到这，大家爱会记得练习无？搁过几工仔就是中秋节，中秋节嘛有人讲是八月节。月娘后妈伫遮就祝福大家八月节平安健康。感谢大家收看月娘阿嬷的台语教室，咱后一摆搁再见哦，拜拜。
相信大家才会出头天。台湾的星星亲像我采将至，落地土里，不惊任何困难代志。有缘天，希望渺小，总会风花期，有一天会开花结实。咱的土地，咱的意志。不惊，汉子不惊落土烂，不惊，只求只好来台团。伫这，咱的土地，咱伫这长大。台湾，咱用心打拼。1949年，台南的中央中学脚球队以亚乐队胜利，得到全岛的冠军，代表台湾前往日本大阪参加第22回全国中等学校脚球大赛。竞赛场地就伫嘉义园南运动场，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队以台湾人为主的脚球队伫嘉义园比赛。1968年，对台东的红叶消防队2支精彩的红不论以7-0的比数打败了日本冠军的队啊！